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我伫水边等你，伫黄昏的水边等你自东向西，搬山过岭，脚只一步一步行向大海。你一分一寸按落去。惜别的话夹伫嘴内，毋敢讲，只好伸手一笔一画，借水写字，水仔对草字所出，突破安慰的话语。阮冷冷看云，满面含笑意，请封寄诗，写字不如送胭脂。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0集，咱分享的是嘉义的顾德商老师所带来《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所以去，咱做伙来听顾老师为大家所做的讲解。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时，我去迄个台南的时阵，一个朋友伊的民宿，伊的民宿头前有一窟水吼，日头出来的时阵，早时日头晒伫水顶悬，其实就是阁有风迎起来用吼，那像迄个光在遐写字安尼。到暗时的时阵，黄昏若到，这水面拢变做粉红色的，那像胭脂。所以伫遐的时阵，都有一个感想，所以写了这首诗。咱今仔日分享的这首诗，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伊的作者也就是顾德商老师，是咱家己最有名的抗癌作家，对抗癌症有10年的时间。伊在生的时阵非常努力，伫咧推广台语文学，甚至伫人生最后的阶段，伊还佫出来发起成立幼演儿童台语文学杂志。媒体甲形容，伊为台语文学至死方休。咱伫咧即礼拜所听到的顾老师的讲解，是今年4月2號，公司去到顾老师伊的厝内来帮伊录音。到了2礼拜后，伫今年的4月15號，顾德商老师就来离开这个世间。所以，顾德商老师会当讲是用伊人生最后的气力来为咱介绍伊的作品。咱伫咧遮，咱也再一次来感谢顾德商老师为咱台语文学所做的努力，也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会当做伙来支持台语文学，互咱的母语会当伫台湾这个土地生生世世永远传落去。我伫水边等你，伫黄昏的水边等你自东向西，搬山过岭，脚只一步一步行向大海。你一分一寸按落去，
惜别的话夹伫喙内，毋敢讲，只好伸手一笔一画借水写字。水啊，对错字所出，突破安慰的话语。阮冷冷看云，满面含笑意。请封寄诗，写字不如送胭脂。节目顺利去，咱来邀请嘉义市的前文化局长、现今的民雄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万定、赖万正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伊所熟悉的顾德莎老师。咱节目会当录到顾德莎老师这首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会使非常的珍贵啦因为顾德莎老师已经往生伊是一个真优秀的诗人其实伊伫20岁的时阵就创作真侪作品因为迄阵伊是担当咱嘉义高商校刊的总编辑啦，会使讲是一个文艺少女。尾因为伊食头路去伫纺织公司做会计嫁翁生囝会使讲有30档的空白时期到尾才开始个拾回创作的热情，伫短短3-4档内伊就创作真侪小说台语诗甚至得到台北奖台北奖的意思就是讲第一名100万的奖金互你一档内落去创作作品这顾德莎老师原来真特别我捌因真侪姊妹啦因会使讲4-5个姊妹大家拢是文艺少女大家人拢足够创作的伊有一个妹妹嘛是得到台北奖2个拢得到因迄个妹妹尤其拢去参加劳工社运劳动阵线啦拢伫关心迄个外国移工东南亚来台湾的劳工伫关心这劳工的命运原来拢有创作这方面的作品。咱顾德莎老师伊有家己介绍到，讲伊写这首《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是因为伊来到咱台南朋友开的民宿民宿边有水边伊伫黄昏的时阵伫水边来思想到伊的好朋友来写到黄昏时阵伊的真侪的这个想法请风寄诗写字不如送胭脂写甲真有这个诗意安尼。请风寄诗写字不如送胭脂。今仔日的共享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顾德莎老师写诗，罗万定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